来继续来看这个台北捷运公司代管的鸟空的缆车，甲儿童新乐园，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，讲了钱。也毋过员工是比照着公务人员照常来领4.4个月年底奖金，去予台北市议员经体批评。过去有名的鸟空流浪，游客真爱去遐耍，不过因为英文无好，逐年了钱引起争议。由台北捷运公司代管的猫奶以及儿童新乐园，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严重亏损，而这边议员点名了员工的年终照发、薪水照领，哀鸿这制度是不是出了问题？北捷好像也不闻不问，因为缆车亏不亏损，他们不痛不痒啊。好，就说不管对他们的薪水也好，或者对他们的奖金也好，都是不动如山的。议员讲，鸟空流浪营运13年，拢总了超过8亿，今年1月到10月嘛了1亿900万。另外，儿童新乐园今年1月到今，拢总了要5100万，就算了解真严重。不过来看台北捷运互因的奖金，为2016年累积的2132万，到今年统计出来2689万。那呢，员工个比较公务人员，年底奖金上侪能领到4.4个月，真正互人足心酸呢。不过，就伫咧4号下午记者会，台北捷运董事长李文忠直接快闪离开现场，现场的记者等无人，敢若发声明强调，台北捷运经营之后建立伫咧安全品质，谈到了毋是唯一的指标，机械设备工程复杂，专业的资料甲保障嘛拢是比对一般的员工，所以强调发薪水拢会照品照行。